BMW 三系房車集高性能同優良操控於一身，喺本地一直都有唔少支持者㗎。而最近代理商就推出買車優惠，推廣期內選購320 IA Saloon Sports， 唔單止可以易低至399900蚊嘅超筍價出車，仲將電動天窗、後視鏡頭、運動型座椅同埋多功能真皮軚環列為標準配備，慳足10萬蚊。想入手三系嘅朋友又點能夠錯過呢？今次 Sport 版嘅320 IA Saloon 除咗標配17寸 Double Spoke 輕量化合金輪圈同埋黑色側鏡殼之外，內籠仲加入埋紅線同埋色條做配襯，動感形象更加鮮明噶。咁動力方面呢，320 IA 就搭配咗 BMW 近年廣泛使用嘅 2.0 公升 BMW Twin Power Turbo 引擎，擁有高性能兼且出色嘅燃油效率。佢嘅最大馬力同扭力輸出分別係184匹同埋270 Nm， 0至100只需要7.3秒，而每百公里綜合油耗呢就低至5.9升，相當於1.5公升級細車嘅水平噶。而家呢新車都預載咗 iDrive 連6.5寸屏幕、雨水感應水撥、自動頭燈、電動記憶駕駛席同埋後視鏡頭等等嘅配備，而車價仲唔使40萬添，真係抵到爛啦！